找谁呀？反正不找你，汤叔叔。穆小天，叔叔，他叫我叔叔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女儿来了，快坐。今天几号了12号啊，怎么了？又没钱了？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哎，我可是前天才给你的钱啊，没关系，爸爸再给。什么钱？票？什么票啊？你不会是忘了吧？你可是答应我的，给我3张演唱会的门票。我现在同学可都在那儿等着呢，你赶紧的给我。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爸爸记着呢。爸爸不是经常告诉你吗？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的，现在变化了。5张？1张？1张都没有。哎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来放下，啊，放下。哎，木板被人家给劈了。好，是好，过不过瘾？爸爸真的想办法了，打了好多电话，这场演唱会真的是一票难求，居然1张我都没有搞到哎。穆小天，你玩我是吧？我同学现在可在那儿等着我呢，你这么做，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我怎么下得了台啊 ？OK， 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啊，爸爸绝对理解你的心情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告诉你的同学，明天一定去看，好不好？明天，今天就是最后一场了。那没关系啊，等他们再唱的时候，我们再看，好不好？没有再唱，这是告别演唱会，告别你懂吗？跟舞台永别了，再也不在舞台上唱歌了。我知道。啊，还娱乐主编，我看你早就 out 了，你也退出娱乐圈吧？没法聊，自己回家种地去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听我说，宝贝儿，你听我说，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，什么告别演出呀？等他们没钱了，他们就会复出的。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？睡得太好了。那就行。金大哥，您发现没？有一事儿特逗。就这百货商店卖衣裳哈，比如说，您见着那衣裳一看，哎呦喂，就这么寒碜的衣裳，有人买吗？还就有人买。你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您看，就像您这样的男的，都能娶上小亮他妈那样的女的当老婆，能生小亮那样的儿子，您命真好。连你这样的女人都能嫁得出去，我怎么能娶不到媳妇儿呢？那倒也是，所以嘛，人家就老说嘛，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我非常优秀。金大哥，您瞧俩孩子也上班了，家也没人了。咱干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
您说您儿子娶个媳妇儿，您非跟着儿子一块儿上儿媳妇家来住，儿媳妇的妈还是单身，您也单身，这要传出去，难听不难听啊？寒碜不寒碜呢？别扭不别扭啊？你问的这件事儿啊，其实我特别好回答。我们小孩他妈呀走得早，这2个孩子都是我从小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的。那种不容易呢，不用我说，你当妈的都能体会得到。为什么养儿子呢？为了防老。防谁的老呢？防我自己的老。他不能防别人的老啊，对不对？他吃过别人的一口奶吗？别人给他洗过一次澡吗？给他擦过屎吗？养育过他吗？大了，娶媳妇了，看不见了，那不行啊。您要这么说呢，那我就明白了。其实咱俩的想法基本上一模一样，真的。我们家敏儿呢，打小也是我一人一手把她拉扯大的，一把屎一把尿，可不容易了。现在怎么着啊？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漂亮大姑娘了，也嫁了人了，不管我了。哦，上人家家给人家养老去了，在人家还受气，那哪成啊？这不就是英雄所见，你我都略同吗？在一起住，解决了。是解决了，挺好，在一起住。关键是您得住得下去呀。我呀，住得下去。那成，那咱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哎，行，我上班去了。啊，下班早点回来啊。坚持就是胜利。真能赚钱？那行，那我就订10件，我先试试啊。行，好嘞，我去你那儿取去啊。好嘞，就这么着啊。谁呀？谁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再讲哈，让我进去。我凭什么让你进去啊？我不是邻居吗？远亲不如近邻。邻居我就得让你进啊！你要是坏人呢？坏人有长成这样的吗？长得这么善良是吧？你坏人一般都带刀带电棍什么，你翻我兜是什么都没有，不许摸。你穿成这样就不像好人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以貌取人呢？那人和人之间就应该充满了信任和关爱。让我进去。不是，这是我家，我让进就进，我不让进就不进。今天你让我进，我也得进；你不让我进，我也得进。干嘛呀？耍横啊？黑社会啊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敢闯进来，你这就叫私闯民宅，我就可以报警，我打110。哎呀，就是警察来了，他也得让我进去。我们家贵重物品从楼上掉你家园子里了，警察来得让我拿东西啊。你家东西掉我家院子里了？那当然了。那也不让进。干什么呀？不讲理呀！想据为己有啊！少去口喷人！我给你拿去，你在这儿等着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，你家肯定没有那玩意儿。不许进啊！
我找半天，只有这个不是我们家东西。秋香，秋香，就这没耳朵这小破熊，就是你那贵重物品？什么小破熊啊？它叫秋香，是我3岁的时候我妈买给我的礼物。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带着它，走哪儿带哪儿。睡觉我就老没有它，我睡不着觉。它有一个叫唐伯虎，在楼上呢。哎呀，秋香摔疼了吧？啊，快点谢这个姐姐把你救回来啊！咱们拜拜啊！告诉她我不是坏人，快点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我上去了啊！哎，走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丢不丢人呢？什么破相机？傻瓜吧？不是你丢不丢人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这叫微单，你懂吗？微，我只听说过微抽，没听说过微单。哎，你说你还是干这行的，你真给我们这行丢人。哎，这个哈，录像时间特别长，听着啊，画面特别清晰。昨天晚上我们出去玩去啊，也不知道谁这手欠就摁了一下哈，结果一整晚上的东西全部都录下来了。这特别适合偷拍，就你干的那个。等会儿，啊，一整晚。哎呀，嚯，这么厉害啊！来，我看。真可以录一整晚？没有任何问题。还有电吗？有电，这待机时间特别长。借我试试。拿去。你的我的你就借了？你的呀，可是你的就是我的呀，兄弟们。回来了。哟，这有进步啊，没给我弄得桌子上乱七八糟。金大哥啊，不是怎么意思啊？您就真不打算管做饭了是吗？葬礼不管饭呐？咱能不拿无知当有趣吗？不是，你看我刚来，那东西放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不熟悉我们家家务事儿是吗？啊，成，那我自己做。好，但我只能做我自己那份儿。那我要自个儿做的话，我也做我自个儿的份儿。您看着办吧，反正是在我们家地盘。我换衣服去。那我去做了啊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到了爱做梦的年纪。老公，我今天干了件大事儿。是吗？采访哪个国际大腕了又？跟我说说。回家你就知道了。不会是我犯什么错误了吧？啊？我没怎么着吧？你就等着瞧吧。你回家给我留点面子啊。
大妹子，饭也 OK， 可以眯戏了。欧了。嘿，可家伙，哼，一看就是东北人做的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喝。多喝点。哎，咱有馒头吗？有。哦，给我拿一个。我去给拿。有馒头，馒头来了，来。嘿家伙，馒头，来，真好。没反正作业呢。金大哥，咱这样好吗？咱能不能都做到明人不做暗事？我这个人直来直去，打小就这样。小时候跟我们班男生打架我都不怕，动手可以呀，口里口外，刀子板带。好，大妹子，既然你把话说开了，那我告诉你，我金大柱在东北的矿上这么多年。不管是南来的、北往的、鸡西的、鹤岗的，没有人敢在背后捅我一刀。你为什么我给你拿把子吃鸡，你往我这碗里头倒了多少盐呢？你都齁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刚才那件事的时候，你凭什么往我汤里弄那么多胡椒片？我是放了，你不也放了吗？我现在辣的嘴还是麻的呢。难道我不咸吗？你说你明事，你把盐往里头放，你也活该。没有你这么干事的。有你这么干事的吗？啊！你凭什么你玩了我不玩？我神经病，250啊！我还360呢，我还。我干事的。有你这么干事的吗？大妹子，你这个人呢，出手太重了。哎，怎么叫出手重啊？你们东北人，我不是听说都好吃咸的吗？不是？那你这也太咸了。爸，回来了。哟，干嘛呢你们？啊，聊天呢，跟你爸聊天呢。对。哎，咳嗽。你们俩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哎呀，都吃咸了，刚才。吃咸了，挺好的啊，挺好。来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好，那你们聊聊啊，快歇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整个零？讲究。看他们俩还挺高兴的聊的哈。这干什么这是？我大中午跑回来就是为了干这个来的。你偷窥他们俩？谁偷窥了？不是，你这干嘛呀？这是？我这是维护咱家和平的。哎呦，我说老婆，你至于吗？你还偷窥？我要不这样，能看到他们俩真实情况吗？你看看。这不吃饭呢。你看这俩人多和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在一块儿，看上去不错啊。小明，你妈干嘛呢？这是往我爸碗里撒什么呢？撒这么多，你妈也太过分了吧！别说话，看看。不是，你这我爸会。哎呦，哎呀！那个真喝了。哎呀，你还乐得出来你？我爸得发火，我跟你说。你看，我说呢，不可能，我妈平白无故往你爸碗里放盐，肯定是他们往里放冰去了。
到里屋，我跟你谈谈。谈什么呀？快，穿鞋，怎跟你谈谈。么了这是？啊，过来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俩？快躲开打第3局了！快！干啥呀？我正看着呢，第3局。你说我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回事儿，爸？你说我一天到晚上班，我容易吗？我累得要死，一天到晚生那么多孩子，你在家都干嘛呢？没干嘛呀？闲着了吧？是，没啥事儿干。我说你齁着了吧？能不齁着吗？你要不往人家碗里放胡椒面，人家能在你碗里撒盐吗？你不是上班了吗？你咋知道？你就不要管我怎么知道的，这不是事实，就这么回事吗？你说你跟丈母娘踏踏实实在家吃顿饭就那么难吗？你非弄那恶作剧。坐下。干嘛呀？那么横？行啊你，混过江湖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还口里口外刀子板带。我说你哪儿学这些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忘了你闺女是干什么的了吗？只要是我想知道的，没有我知道不了的。你监视我？行了，我不监视你，我能知道这些吗？你也是太不像话了嘛！你说说啊，2个人吃顿饭跟拍武打片似的。你是我妈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和小亮2个人怎么相处啊？你说小亮他爸，毕竟他是我公公，也就在咱们家住1个月，您就是为了我的幸福，您就忍1个月，1个月又怎么了？行不行？你不可能刚让我结婚就离婚吧？不是您当初费了多大劲才过来的，您不知道呀，爸？我费多大劲跟小米说，小米又劝他妈，这绕了一圈，您好不容易算住进来了，这才几天呢？这几天就这样了，那你说这后面日子还怎么过？我真的都不知道能在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爸，你就这么下去，他妈有一天要给你撵出去了，那我都不管。不是你确实咱没理啊。我巴不得他妈把我赶出去。不，你想走？你告诉爸，我为什么非要住到他家里来？哎呦，爸，我明白，您不是想我吗？愿意照顾我，我也想你，是不是？咱老话也说了，说这爸跟儿子得住在一块儿。我妈又老给你托梦，我也老梦着我妈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你说的这些都是皮子活。成了，以后给我改还不行吗？以后我包容他。你好好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吧。给我看呐！好好检讨。哎，你高精尖的按哪个呀？开。爸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在矿上那也当过领导，这点事儿爸还不明白吗？一个老公公住到人家丈母娘家来，这合适吗？不合适。是啊，在理吗？不在理。爸心里明镜似的。那么我为什么非要住进来？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是啊。你听我说啊，放胡椒面儿，这是我故意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这样，他丈母娘就会烦我，觉得我这个人很讨厌，很不懂事，然后就会跟我吵架。你当儿子的在旁边看着，你心里能好受吗？我是谁？你亲爹呀！你看着心里就难受，就会可怜我。你一可怜我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心疼我。一心疼，同情，同情完了是什么？理解。他妈咔，撵我走了，你能看着我一个人走吗？你不就顺理成章的跟爸回家了？听明白了吗？爸这计划缜密不？你太狡猾了，你累不累呀？有点。我都替你累得慌。你怎么琢磨？这是什么计划呀？这是爸，你这不是害我呢吗？不，我跟你说，爸，我没别的，我就希望大家都高兴。你要高兴了，那我就高兴；我高兴，小米就高兴；小米要高兴，他妈就高兴，咱就都高兴了。
不是您说您这算怎么回事？爸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您想让我幸福，想让我跟小米好好过日子，想让我在单位能安心踏踏实实上班，在手术台前拿着手术刀，我这手不抖，您就把您这计划都放弃了。咱既然住到人家来了，咱就得像一家人一样，和平共处，好不好？结婚就是一个字儿，累。结婚就俩字儿，特累。爸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讲的那些话，你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哎，妈，我昨晚跟你说的那些也记住了吧？你说的哪句啊？你说那么多话呢？嘿，没记住啊，重点那些我跟你说那么多，你没记住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你洗手间那池子底下有一双脏袜子，让我给你洗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那个？我跟你斗呢，我知道。我发现这孩子真是跟他爸一模一样，一点幽默感没有。他老吓唬我。快走吧，你们听话啊！哎呦，就按咱说的，听见没？高兴啊！走了吧啊！德伟哥，小米昨天晚上跟你说啥了？说好多呢。你想知道哪句？重点。重点我刚才告诉了，把他脏袜子给洗了上了。重点。不是，您先告诉我，您儿子跟您说什么了？小亮跟我说，让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要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您做得到吗？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呢？从今天开始，这家里我力所能干的，我都多干点儿。其实您做不做得到都无所谓，真的，反正就1个月嘛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您算啊，1、3、5、7、8、10腊31日都不差，其他都是30日，唯有2月28，真够背的。这月还7月，还31天。过了4天半了，那我再忍26天半，欧了。小亮跟我说了，以前的4天半都不算，从今天开始，让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从头再来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你是我领导啊，你不许私自改合同，没门啊！我还有26天半。噪音比较吻合，粘连很严重。拍片。输卵管通液，左侧不通需要开窗，右侧通而不畅需要扩张。双侧畅通。你好，我找一下王淑华。哦，请进吧。好的，初次见面啊。好，请坐。啊，好。谁呀？我刚才听见有人敲门呢。谁？淑华。胡老师，有事儿吗？哎，有一点点小事情。来，坐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坐下。
我跟你讲最近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消息很好的，就说这个百合你晓得吗？百合它就是一种中药药材，有干百合、湿百合，它可以治癌、防癌，蛮好的。你到那个药铺就买到这干百合，可以泡一泡，把它冲水熬粥都可以的。它可以这个美容可以养颜的。像您吃掉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吃了它之后，保准比你现在还要漂亮的。吴老师是这样，您除了这个买这百合这事儿，没别的事儿了吧？别的事情没什么别的事儿了吧？那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在屋里正忙工作呢您要没事儿的话，咱就以后再说，好吧？您去忙好，你忙，我在这坐一下就走您贵姓免贵姓金。哦，金先生，你好。这个百合很好的，是一味很好的药材的。你把它到商场里面给它买回来，鲜百合，你要把它煮成粥，让它吃掉之后，它将来会更漂亮的。是的。我为什么要给他熬粥你这人怎么这么讲话呀？你们俩这住在一起，你给这做一点粥有什么不了的？一个屋檐下，不是一家人。那你们，我儿子娶了他女儿。你们是亲家，好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那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你们是将来我们要多多的关照了。我就在楼上住的。我的面积和这个面积一边大。我有2个孩子都到国外去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一点负担都没有的。班的？我妈呀。你妈？我妈在我小时候就教我说，一定要帮助妇女和儿童，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我不需要怎么给我搬进来的，怎么给我搬回去。不是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咱们楼上楼下邻居住着，我帮帮你，那怎么了？我不需要，成吗？不需要，难道真像人家说的吗？说城里人在一个门洞里住着好几十年，然后彼此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老死不相往来吗？行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免贵，姓秦，叫小薇。你叫小薇啊？叫小薇。哎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呀？我姓金，叫金明。哎呀妈！我想起来了，就小时候有个小童星，小女孩挺大眼睛，她也叫金明。别跟我提她。知道我叫什么了吧？认识我了吧？来握手。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好，金明，你好。行，走吧。不是，我说了不让你搬了，你听不明白呀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啊！这种活就不是你干，以后你就不要再干了啊！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你证明，你楼上的邻居，我不是个坏人。那你靠边歇着。
师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都几点了？您不回家做饭去啊？啊，做饭啊？不要做饭的，我打开冰箱可以热一热就吃掉的。那您不做，我们可得做了。这会儿俩孩子回来，一进门就嚷嚷饿。哦，好吧。要做饭啊？啊，对。好，我走。哎呀，金先生，哎，以后咱们要经常来往啊。好的，街坊了。好的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哎，就你这句话，我一定经常来的。好，走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再会。哎。不是金大哥，怎么回事啊您？谁给您的这权利呀？跟他说什么没事过来玩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谁通知你的呀？他是我朋友，谁告诉您的？老头挺好的。什么叫挺好的呀？啊，你看着挺好就往我们家放啊？我告诉您啊，金大哥，以后有人敲我们家门，您别随便乱吱声，行不行？您先到门跟前去，您顺着猫眼看看，如果是这人，坚决不能开，记住了吗？记住没有啊？好，谢谢。喂，老婆，你说我这开车呢，你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你下班了？我下班了，我都在路上了。我现在没去接你，我都奔家了，快到了这儿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来接我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吧，老婆，我这一天都没上好这班，我这肚子里七上八下的，我这眼皮子老跳，老是右眼皮跳，老觉着我爸跟你妈在家里要出事儿。我妈还能把你爸吃了不成？你也真是的，不来接我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等半天。我怕耽误时间，我这不一着急忘了吗？心里全是你爸，压根儿就没有我。你看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心里全都是你，怎么能没你呢？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你还没看出来，那你得怎么看出来呀，老婆？那你给我唱首歌，哄哄我。我还唱歌？哎呀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让我们感动天。行了吗，老婆？我跟你讲，你赶紧让我回去，我这心里真是没底了，都有点，我这右眼皮又跳了。行吧，回去吧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真打算这么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是吗？就当赖皮狗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削你啊！抽你！我抽你不冒烟儿，我赛过活神仙儿。妈，啊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刚才没事儿，我这自言自语。我爸呢？你爸在屋呢。那我看看他去啊。哎，过来，你过来，妈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爸爸他一个月退休金现在多少钱呢？我爸这退，妈，您问这干嘛呀？我怎么不能问问呢？小亮，你是娶了我们家敏儿了，是不是？要不我认得他谁呀？我跟他一点都不搭嘎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，不是怎么着啊？现在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了，咱们这也就算是一家人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摸摸他的经济实力都不行，
哦，行行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让摸不让摸？让摸让摸。不是，但我确实不知道嘛。要这样，我问我爸就得了。哎，过来干嘛？着什么急问呢？过来。这事我也不清楚。你估计估计。我估计估计。